地处三江源核心区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佛教寺院众多，而由于修建的年代很久远，又多为土木结构，抗震性能是很差的。地震当中有一些寺院倒塌，目前部队官兵正在全力以赴挖掘废墟下的珍贵文物。本台记者王月金今天跟随着武警官兵前往玉树地震灾区最大的寺院结古寺，来采访文物抢救的过程。接下来看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大家从电视画面看到呢，就是这次玉树发生地震影响比较大的这个结古镇。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山上呢，就是结古镇的结古寺所在地。结古寺呢是玉树当地呢3大寺之一，它的僧人呢是超过了550人，历史的前身呢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由于这次地震呢，它的整个这个建筑呢90%都受到了这个损毁，处于危房状态，所以有大量的文物要急需抢救。那么2天前呢，武警玉树支队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呢，对下面有500多年历史的大经堂进行了这个抢救。那么今天呢，他们还将对佛学院背后的这个有300多年历史的这个经堂进行抢救。这个经堂里面啊，最长的那个历史的，还有嘛灯卡嘛，还有佛像，最长的还有金文的那个是东西，人都带过来的。就这里面都是咱们镇寺之宝吗？对，最长的那个最好的那个东西，这个。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再近距离来看一看呢这个大的经堂。倒塌之后呢，可以看到它厚厚的这样的一个墙壁，300多年的历史。那么堆积物呢，可以看到它过去的相应的这个建筑材料。这儿呢现在已经出来一个孔洞，现在呢这个寺院人员呢和武警的这个官兵呢正在向外面运送里面的文物。他们通过这个手递手的方式呢，将里面的这些文物，包括佛像啊、佛塔呀、唐卡呀，以及经书经卷等呢，运到这个相应的平坦而安全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从保护的角度来讲，要注意哪些原则呢？很多文物呢非常脆弱，要一定的轻拿轻放，要全部呢登记造册。